因為聽日我會去一個遙遠嘅東方講道，咁咧對方又竟然咧指定外來講員咧都要有指定嘅講道經文，咁於是乎咧頭先讀過嘅約書亞記第20章第1到9節咧就係聽日同樣嘅講道經文。不過咧，我會盡量係喺自己嘅教會，唔係首演啦，不過係首講。就於是咧，暫時我哋今天放低創世記，就一齊學下咧呢一段嘅經文。不過咧，約書亞記嘅緣起啊，你可以咁講或者佢嘅起點啊，的確咧係可以追溯到去創世記嘅。特別咧係創世記嘅第15章，就嗰度提及嘅話，上主對亞伯蘭講，就好早已經預告咗㗎啦。佢對亞伯蘭講話咧，你一定要知道，你嘅後裔要喺唔屬於自己嘅地上，係指埃及啦。然之後咧喺嗰度咧成為寄居者，然後佢哋喺埃及呢個地方咧，要服侍嗰個地方嘅人，嗰個地方嘅人會苦待佢哋400年。咁佢哋所服侍嘅呢個埃及嘅地方，我將來都必定審判。後嚟佢哋會喺嗰一度帶住大嘅財富嗰度出嚟。而至於亞伯拉罕呢，就你要平安嘅歸到你先祖嗰度，喺美好嘅晚年得到安葬。然後去到第4代嘅時候，佢哋就會返到呢一度，咁就係迦南嘅地方。因為亞摩利人嘅罪孽到依家都未曾滿盈，起碼上主對亞伯蘭說話嘅呢個時間，迦南人嘅即係點講啊？我哋話惡貫未曾滿盈啊。於是對於亞摩利人以至成個嘅迦南呢，可能呢個係天大嘅喜訊嚟㗎，係嘛？即係可以被忍耐寬容，係咪？但係對於咧被苦待嘅以色列人，哇！你話額外等多幾百年喎，幾百年喎，好多代人㗎喎，卻係一個好漫長嘅等待嚟㗎。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哋讀聖經可立體啲去諗下啊，其實可能我哋都係噃咁上主忍耐寬容係嘛？就我哋成日都話點解你忍耐我身邊嗰個人㗎？你忍耐某一啲人㗎，甚至你忍耐某一個國家㗎咁樣。但係其實上主唔單單對佢哋忍耐寬容，其實佢對我哋每一個人都忍耐寬容。於是乎咧，喺最少650年之後，即係話咧經過晒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再加頭先講嗰400年啦，或者400幾年啦，咁所以起碼都600幾年。去到嗰個公元前大概15世紀嘅中間度啦，申命記呢度第9章第4節就提到，上主你嘅神從你面前趕逐他們，咁即係迦南人啦，趕逐呢啲迦南人嘅時候呢，以色列人你哋唔好心裏邊講呢，因為我嘅義，所以上主帶領我進入呢個佔領呢個迦南嘅地方。其實係因為嗰啲民族邪惡啫，係嘛？即係呼應翻創世記，迦南人已經惡貫滿盈啫，所以上主先至喺你面前趕走佢哋，唔係因為你嘅義，亦都唔係因為你心裏嘅正直，你可以入去佔領迦南嘅地方，而只係因為嗰啲民族嘅邪惡，上主你嘅神先至喺你面前趕走佢哋，為咗確立上主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嘅誓。好啦，而家迦南人真係惡貫滿盈啦，於是乎先至有約書亞記啊嘛。於是乎咧，我哋又會咧話咧上主對佢哋即係迦南人喊打喊殺，又殺又趕，係咪？於是乎咧，我哋心裏面又有疑問㗎，使唔使咁趕盡殺絕啊？咁特別喺今日。係嘛？都唔多唔少都會沾上呢個種族清洗咁樣嘅罪名㗎嘛。
一嚟迦南人係咪已經惡貫滿盈呢？其實聖經嘅講法就係唔係人去判斷㗎，你都聽得出咯嗬？由創世記到申命記係上主自己判斷㗎，除非我哋話上主都冇權做呢個決定啦，佢都冇準繩去做判決啦，咁照計冇理由啊嗬。二嚟咧就係事實上咧，其實以色列人喺歷史上邊咧都冇能力將迦南人趕盡殺絕㗎噃，係嘛？戰爭還戰爭，佢哋都冇可能真係種族清洗到㗎噃，係咪啊？大家都有手有腳，係咪啊？打起上嚟，以色列人都唔係一定一面倒有啲乜嘢嘅着數。相反，佢哋喺完全未能夠完全成功趕出當地居民嘅情況底下呢，其實有陣時最多都係好似我哋活喺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咁，係嘛？最多都係唔好理佢咯，係嘛？我行我素咯，即係我呢種文化，我做翻我嘅嘢。我身處喺一個 multicultural society 嘅時候，我最多當人哋啲習俗嘅係死嘅咯，係嘛？當佢死嘅，但係唔會真係殺死佢咁樣。呢個情況其實約書亞記唔多唔少都反映咗呢一種咧混合嘅事實喺裏面。嗱，約書亞記咧就慎防你唔係好熟悉咧，其實佢分開上下兩半啦。上半部咧就先描述以色列人係點樣去佔領迦南嘅土地嘅。然之後咧，就下半部咧係點樣分配嗰個土地？分別係喺咧1至12章咧，1至12章咧就會清楚交代咧。當上主嘅僕人摩西死咗之後，係嘛？以色列人就照上主所應許摩西嘅説話，佔領迦南土地啦，係嘛？即係以前已經講落㗎啦。而家約書亞執行呢個遺訓，就進入去迦南土地嘅裏面。然後第13到第19章呢，就上主對約書亞講啦：哇，你年紀都老邁啦，喂，仲有好多地都未曾得到喎。咁不過喺咁樣嘅情況底下，約書亞記就話呢，約書亞係照住上主所吩咐呢去分配迦南嘅土地。即係未曾打到翻嚟咧都好啦，分定先啦，當係全個地都係㗎啦嚇，即係唔係片區開發啦嚇，遍地咁樣去規劃哦。咁於是乎咧就即使未曾完全成功攞得到，或者最終冇能夠趕出晒所有當地嘅居民嘅情況底下咧，都分咗先。然後咧喺第15章、第16章、第17章都有提過，佢哋最終都冇完全成功。最後去到尾聲嘅時候咧，最後嗰幾章咧，第1章就係我哋頭先讀過嘅第20章嘅1至9節啦，就係咧提及當分配土地以後咧，其實仲有啲土地嘅特殊用途咧，係以色列人要留意嘅。咁20章頭先講嗰啲屠城，上主吩咐約書亞，你哋要為自己設立嘅呢啲嘅屠城咧，就係另類土地用途，係上主吩咐嘅。嗱，經文咧其實好清楚去交代咧，係上主或者和合本習慣嘅耶和華咧，去吩咐約書亞，然後咧就約書亞再吩咐以色列人，以下嗰番話。其實你繼承以前都係咁㗎，上主吩咐摩西，然後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即係同樣照板煮碗。做乜嘢呢？以色列人要設立屠城，就呢個詞彙咧就唔係我哋而家用嘅，亦都唔係電影《戰火屠城》嗰個屠城喎，唔係嗰個屠，唔係屠殺嗰個屠，而係逃走嗰個屠，俾人逃避仇家嘅屠城。咁俾嗰啲其實係無意中咧誤殺人嘅人咧，可以逃避報血仇者嘅城。咁所以咧呢個屠城可以譯做庇護城啦，好似呢度咁樣寫就經文提及嘅庇護城係拎嚟咧庇護嗰啲咧誤殺人嘅人，即係總之就唔係謀殺啦，係咪啊？顧名思義，誤殺同謀殺係有分別嘅。
謀殺就有計劃嘅，長期計劃又好，短期計劃又好，但係誤殺就肯定冇計劃，亦都唔係即係專心致意要置諸死，將人哋置諸死地咁。相反咧，嗱呢啲嘅庇護城咧，嗱其實只係幫呢種人嘅啫噃。然後咧又有啲叫報血仇者係嘛？即係報血仇者咩人嚟嘅咧？咁樣，如果你參考路德記嘅話咧，路德記第二章第20節提過咧，波亞斯係拿俄米能夠贖回產業嘅至親，即係話咧佢哋有一個最親嘅親戚或者佢係排隊排第一㗎啦。總之，當咧你嘅近親有啲乜嘢經濟上嘅缺欠或者抵押咗俾產業俾人哋你可以幫佢贖翻嚟。當然你可以即係你做第二個債仔咁樣啦，借俾佢啦。但係你可以有錢嘅話，可以贖佢翻嚟。呢度係用緊同樣嘅一個嘅字眼啊。如果咧路德記嘅嗰個贖回產業嘅至親咧，喺呢度嚟講咧，就係嗰個咧贖回血債嘅至親咯。你可以咁樣講血債血償，但係我要贖翻呢個血債翻嚟，咁所以其實係佢係贖回產業，而家唔係係贖回血債嘅第一人啊！即係我諗可唔可以叫做復仇者聯盟第1號咧？咁樣就唔知係咪 Captain America 啦。但係無論如何咧，呢個復仇者第1號咧就對住誤殺人嗰個人咧，佢唔理佢咁多噶嘛。總之你殺咗我親戚，我就追到你天腳底，要贖回至親嘅血債。於是乎就誤殺都會當謀殺㗎。咁於是乎咧，呢一個人咧就走到去庇護城嗰度咧，就係為咗可以逃避呢啲追殺佢嘅人。咁起碼要有一個過程啦。經過嘅法律嘅裁定，起碼證明佢唔係謀殺先啦，係嘛？證明到佢係誤殺，咁已經咧，喂，你報仇嘅人唔可以喐手咁樣。嗱，無論如何咧，喺今日文明嘅國家咧，或係嚴謹，或係寬鬆，都會有咧對尋求庇護嘅人咧作出保護嘅做法㗎，係嘛？即係英國呢度梗係有啦，係咪？就好似啱啱新聞先話台灣原來本來冇嘅特殊個案處理咁，但係無論如何都起碼有特殊案例嘅處理啊，係咪？而今日去尋求庇護嘅人咧，所被誤會嘅咧，多數唔係講緊誤殺人呢一類嘅題目嘅，多數係因為咧即係尋求政治庇護啦，係嘛？又或者咧你喺本來嘅所在地嗰啲嘅非暴力嘅控罪本來咧就唔係咁了解嘅，係嘛？唔係咁容易俾人告嘅，但係突然間咧又會冇罪變成有罪啦，或者係嗰個控告嘅門檻低咗好多啦，或者告到你入罪為止啦咁於是乎呢一啲人就需要逃亡尋求政治庇護。我唔知你有冇咩感覺即係我就近年第一次入境英國，即係我未曾出翻去，因為入到嚟英國國境嘅時候咧，留意到海關係嘛，或者呢度中意叫 UK border 係咪？咁入境嘅時候咧，我第一次都留意到，我對上一次係25年前啦，即係冇人諗過會再嚟噶嘛，係咪？就尋求政治庇護嘅人咧，就喺你嗰條隊嗰度嘅咋，排下，我係嚟尋求政治庇護嘅。於是乎就有啲海關人員坐低同佢哋慢慢傾，我哋個過程都會見到。咁我又諗下，其實我當時即係一家3口咁入嚟其實我哋都係尋求某種程度嘅政治庇護嘅啫噃。不過我哋幸福啲咯，係嘛？我哋可以預先安排好晒簽證咯。係咪預先安排好晒我哋啲行裝咯？預先寄咗嚟或者帶住起身咁樣。有啲人就冇辦法，佢唔符合資格，於是乎佢只能夠硬住頭皮喺入境嘅時候去尋求政治庇護，然後喺患得患失之中過日子。過咗一段日子之後，或者成功，或者失敗，先至再作打算。
但係起碼庇護城就有一個咁樣嘅作用啦，係嘛？我哋自己都係身在呢一個嘅福裏邊。然後經文接住第4節到第6節就提到咧，上述嗰啲措施究竟係要點樣具體執行嘅？嗱，咁佢咧就有幾個步驟嘅。首先第一步咧就係第4節嗰度提到，誤殺人嘅人咧就要逃到去嗰個庇護城，嗰度有幾座噶嘛，逃到其中一座嘅庇護城嗰度，然後喺城門口，即係未入得去嘅，就咧要將自己嘅情況咧講俾嗰個城嘅長老聽。咁我諗下，要 call 個長老出嚟嘅喎，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咧就係唔知會唔會一輪嘴講得好快喎，爭分奪秒噶嘛，唔係一間未曾講完，仇家就追到嚟啦，咁點算咧？咁呢個第一步。第二步咧就係嗰個長老咧都要願意接見同埋聆聽先得嘅喎。然之後第4節下半節啦，出咗嚟聽咗啦。唔單單係被動地你有人嚟我接你入去啦咁，更加係經文咧其實強少少咧，係主動招聚嗰個人入城啊，即係嘛，即係佢可能都唔知係咪喺城門都會巡視下噶啦，有人有需要嘅時候咧，主動聆聽，主動去接見，然之後主動招聚佢哋入城，唔單單入城喎，仲係咧去到佢哋嗰度，俾佢哋有地方，然之後等佢哋住喺佢哋中間。經文甚至嚴格嚟講咧，係唔係俾個禁閉營佢住，而係咧俾佢入到嚟咧，係同佢哋一齊住嚇，與他們同住。然後第3步，第5節話，如果嗰啲報血仇嘅人咧就嚟到啦，咁咧就呢啲贖血債嘅即係復仇者第1號咧嚟到嘅話咧，咁啊追上佢啦。咁於是咧長老咧就要唔可以將呢個誤殺人嘅人咧交俾呢啲復仇者嘅噃。佢要咧有一個嘅過程咧去證實佢係無意殺害鄰舍，而咧過往亦都唔係彼此有仇恨嘅。第4步，誤殺人嘅人咧逃到嗰個城裏面咧。冇錯啦，長老就係要捱到佢咧係受到審判，起碼證明到佢唔係謀殺，然後咧仲要做嘅就係咧留佢喺呢度住到當時嘅大祭司死咗之後，呢個誤殺人嘅人咧先至可以翻去佢自己本城本家。嗱，成個過程咧，長老做嘅嘢唔少嘅喎，任重道遠喎。係嘛？佢係一班咧需要有意願去多走一步嘅領袖嚟嘅喎，係嘛？即係陪佢行多一步，走多1里，佢又要咧係促成和談嘅喎，係嘛？即係佢呢個誤殺人嘅人同嗰啲仇家係嘛？今日我哋就知促成和談唔容易㗎，係嘛？真係唔易嘅喎，係嘛？俄烏要和談唔容易嘅喎，唔係咁有政治分量嘅人咧做唔到嗰個和事佬嘅喎，意願同魄力都好重要嘅喎。長老喺當時就有咁樣嘅身份啦，係嘛？所以長老嘅身份都要好好珍惜，好好運用。你可能會話咧，當時誤殺人嘅人去到庇護城嗰度，話要等到嗰位在任嘅大祭司死咗之後，哇咁啊，等於坐監嘅啫喎！即係最弊就係咧，你誤殺咗人嘅時候逃到嗰度嚇，如果嗰個大祭司係新做嘅，咁咪弊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一來就算你誤殺人去到現代啊，都要坐監㗎啦，雖然唔係坐好多，係嘛？又或者咧，我哋有陣時講咧，坐監有啲寬鬆啲嘅意義咧，有啲人咁講㗎嘛。你移民嚟英國，以前香港人嘅講法都係咁講㗎，即係等候移民嘅過程嚇，等到攞到永久居留，等到入籍嘅過程，呢個叫坐移民監啊嘛，係咪？原來我係坐緊監㗎喎。就對於即係坐移民監咁，當然啦，你話有數得計咯，係咪？即係我哋念念不忘嗰條算式係叫5+1等於6啊嘛，係咪？
但係對於當時嘅誤殺人者呢，佢究竟要坐幾耐呢？就視乎當時大祭司嘅年紀啦。如果係年紀老邁，咁你先至去投靠呢啲庇護城嘅，咁啊好啲啦，假釋得快啲啦，係咪？如果佢新上任又年輕，弊啦，後生過你嗰隻，咁就等於終身監禁㗎咯喎。咁你話咁好似唔係好公平喎咁。嗱咁不過咧如果按住以前舊記錄民數記第35章第20節咧，呢度都提到㗎，話上主吩咐咧，最重要嘅就係長老唔可以收取嗰個贖價去代替呢個即係走入庇護城嘅人啊，唔可以有任何贖價去幫佢贖身㗎，只能夠等到大祭司死去，然後佢先至可以返到住處。咁即係話咧，其實無論如何咧，呢個誤殺人者佢嘅自由咧，係只有大祭司嘅死先至可以去贖翻嚟。大祭司嘅生命就好似充當咗即係贖翻呢個誤殺人者嘅血咁樣啦。本來呢個誤殺人者唔係坐幾年監啊，本來佢係死於非命嘅，隨時係嘛？但係因為大祭司嘅緣故，佢又入到呢個庇護城嘅緣故，起碼佢唔會即時喪命，而係大多數嚟講都係一個有期徒刑。於是庇護城嘅長老就係嗰個要去捉住呢啲即係誤殺人嘅人，然之後讓誤殺人嘅人咧得到大祭司對佢嘅贖翻佢條命翻嚟。誤殺人者坐監坐到大祭司嘅死亡，你話未必好公平咁。不過誤殺始終係誤殺，都係唔輕嘅罪名。我哋而家現代反而更加奇怪，喺現實嘅處境係嘛？非暴力嘅罪行有時刑期竟然比誤殺仲要長，咁呢個就顯得好唔公平。呢個係明眼人都睇得到嘅。你可能會問如果咧審判嘅結果係證實呢個人唔係誤殺人嘅，其實佢係謀殺嘅，就走咗嚟呢個咁樣嘅庇護城，咁又點辦啊？咁申命記咧較早時候嘅記錄咧，亦都講啦。申命記第19章第12節，佢話咧，咁長老咧就要派嗰個人派人將佢咧從庇護城嗰度捉翻出嚟，即係公事公辦咯，然後就交俾嗰個贖回血債嘅嗰啲至親嘅手裏邊。咁你知死梗啦，呢次係咪？將佢處死，咁就咁你話聖經咪好似提及長老要參與執行死刑咁樣係嘛？即係咁你話有時聖經咧都係會提及死刑個噃，係咪？的確係同現代嘅法律咧，亦都有啲相同嘅地方噶喎。現代嘅法律其實都有啲最高刑罰咧，都係會死刑㗎，有噶喎。其實不過咧，我哋係即係生活慣咗喺香港或者英國呢一種係嘛？即係我好熟悉嘅，因為咧香港或者英國執行死刑最後一次咧，係我呢啲咁上下年紀嘅，即係50零60年前嘅啫，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就係啦，英國都係講緊64年啊，最後一次嘅時候，講緊50、60年嘅咋，唔係好耐嘅咋。可能喺英國嘅呢一類嘅法律嘅體系底下咧，會覺得寧願人道關懷係緊要過寧縱毋枉咯，係咪？即係會判錯噶嘛，有可能搞錯噶嘛，亦都係人道關懷嘅緣故。但係無論如何，咁樣嘅司法咧，其實係比較近代嘅觀念嚟嘅啫。喺聖經嗰個時代，喺而家美國嘅某啲州，又或者喺某啲國家，都仍然係執行死刑無日無之嘅咁嘅情況。無論如何，喺經文呢度提及嘅長老配合祭司個目的係要救嗰啲誤殺人嘅人，唔好死於非命嘅，僅此而已。嗱，最後咧，佢亦都提及經文第7到第9節，就係規劃庇護城嘅
你可以咁講啦，佢哋啲選址喺邊度啊？咁嗱，頭先經文咧有第7至第8節咧，就提及咧以色列人要劃分6個地方出嚟建立庇護城嘅，即係頭先我哋讀經文都好難讀嗰啲地方名，有時係咪？咁咧，但係咧呢啲嘅地方咧，其實咧就經文提及咧係劃分出嚟嘅。嗱，劃分呢個詞彙咧，有時我哋喺聖經會見到咧係劃分為聖，獻俾上主或者歸俾上主咁樣嘅意思，或者和合本嘅習慣咧叫做分別為聖。嗱，經文用到一個咁嚴肅嘅程度喎，呢6座庇護城嘅建立係要劃分為聖，建立獻俾上主嘅噃。而咧按住上主嘅吩咐，呢啲嘅庇護城嘅目的係拯救嗰啲誤殺人者嘅生命啦，所以咁寶貴係咪？呢6個地方咧就係加利利嘅基低斯、示劍、希伯倫、比色、基列嘅拉末同埋巴山嘅哥蘭。咁嗱，如果按地理分佈去了解咧，呢6個地方頭先咁樣數咧，係一個 U 型咁嘅排列嚟㗎。首先就講約旦河西嗰邊，由北到南就係即係呢度講嗬，加利利嘅基低斯啦、示劍啦、希伯倫啦。然後經文咧又講到約旦河東嗰邊，由南到北上翻去係比色、基列嘅拉末、巴山嘅哥蘭。嗱，如果你話論佔地嘅大細嘅話咧，約旦河東嗰邊咧細過約旦河西嘅，都細唔少添㗎。即係我睇地圖咧，頂多得佢1/3咁大啦，可能冇添。但係咧呢一個嘅設立庇護城嘅設立，其實係用緊咧香港71嘅精神啊，梗有一間喺左緊嘅咁樣嘅精神啊。就係話總有一座庇護城喺每一個嘅重要嘅地點都要擺一個喺度，劃分出嚟，以致讓佢哋唔好因為過唔到河咁就俾仇家追上唔得，佢要唔使過河就咁就去到嗰個庇護城先至可以嗬。嗱，你試想像咧，如果係等嚟英國呢度，咁嗰6座庇護城應該等喺邊咧？咁我當然估嘅啫嗬。就個選址應該係嘛，即係 Glasgow 又應該有啦，喺北邊係嘛。咁然後咧就即係如果落嚟啦嗬，就貝爾法斯特係嘛 Belfast， 或者係 Cardiff 卡迪夫城係咪 U 型上翻去嘅話咧，咁即係倫敦啦曼徹斯特我哋梗係話有㗎啦係咪？咁然後咧就愛丁堡都要有咁樣。咁如果論地方大細又係啦，咁你話 Belfast 同 Cardiff 咧就細好多啫嘛，點解要有一個庇護城啊？咁你明啦，北愛爾蘭唔通佢叫佢過海翻嚟咩？係咪？唔會啦。Cardiff 咧就可能車速太慢啦，我唔知你去過未？我因為港島嘅緣故去過咋，就我哋嗰啲路咧有時行70啊、40-50 mile per hour 咧，喺嗰度咧都係行20嘅啫。好出名啊！呢個Cardiff最出名嘅嘢，咁實走唔到都得啦，係咪？咁於是乎咧，嗰度都要設立一個嘅。總之各種嘅緣故、特殊需要咧，唔理嗰個地方大細，佢按住佢嘅管轄嘅地方咧嘅需要咧，都設立一個嘅庇護城喺嗰度。如果我哋話英國版咧，我就會咁樣建議俾 Council 啦，咁樣。咁呢個另外計。又或者我哋更加熟悉嘅香港咁啊，如果你要建立6座庇護城喺香港咧，咁嗱順呢個 U 型元朗、尖沙咀、中環、北角、九龍城、沙田咁樣，又係啦。如果你話論地方大細咧，咁中環同北角就細好多，係咪？咁使乜喺嗰度起啊？咁不過唔係喎，中環可能商業糾紛多喎，係咪？係嘛？即係一時口角就初時口角繼而動武喎，出事喎咁。北角咧就我哋有啲人都喺嗰度尋求庇護嘅，係嘛？即係去嗰度攞一個3個月嘅即時出發嘅緊急庇護嘅，係咪？
九龍城我梗係需要啦，係咪啊？九龍城寨、九龍寨城係嘛？即係暴力梗係多啲啦。元朗咁、沙田咁梗係需要啦，呢個唔需要多講嗬。最後我想問，咁樣嘅庇護城嘅分佈，如果我係嗰個受庇護者，我住咗入去啦，咁我喺度做乜呢？我心態應該係點呢？聽日我會唔會可以成為別人嘅庇護者呢？咁樣最後呢，我諗起一套電影，The Day After Tomorrow 係啦，香港譯做明日之後。呢套電影喺電影結束之前，就你記得呢，有一個嘅飾演美國副總統嘅角色嘅。咁呢，喺嗰個片裏邊呢，呢個美國總統呢就死於氣候災難，佢嗰個唔知飛機失事定乜嘢。於是乎呢個副總統呢就要臨時繼任做美國總統。而呢個人呢，佢過往係一直質疑氣候變化嘅。咁當呢個氣候變化、氣候災難發生咗嘅時候呢，咁喺北方嘅呢啲美國啦，或者其他嘅國家呢，就要向南方去逃難啊嘛。咁呢，佢哋呢就逃到呢南方嘅墨西哥啦。咁然後呢，呢位嘅總統就話呢，南方嘅墨西哥人呢，竟然願意庇護我哋呢啲美國人。佢話過往佢哋係被視為第三世界嘅國家，但係而家佢成為對於呢啲西方先進國家要出嚟逃難嘅人嘅庇護嘅地方，或者咧咁樣係戲劇嘅命運大逆轉，係嘛？以致咧可以大快人心。但係咧，美國同墨西哥嘅身份對調，呢個同現實生活係唔同噶嘛。現實生活你知道喺美國政治底下係咪？咁咪要設立呢個美墨圍牆咁樣，等咧想偷渡入美國國境嘅人咧就唔能夠成功咁樣。平時只有呢個方向嘅啫，喺電影裏邊喺某啲情況底下好難講噶，可能會逆轉噶咁。約書亞記第20章第6節嘅下半節咧就提到，佢話要等到當時嘅大祭司死咗，殺人者咧就先至可以翻到去佢本城本家，然之後咧佢逃出嚟嘅嗰個即係城即係佢原底嗰個城，佢可以翻去咁。然之後受庇護嘅人終於可以重獲自由啦。咁我諗下佢可以做啲乜咧？即係如果假設我哋係咪第日喺我哋嘅故鄉接待翻英國人咁，定係還是咧唔好諗咁遠啦？我繼續喺呢一度嘅話咧，我喺就算係受庇護底下，我都可以喺庇護城裏邊同人同住嘅時候，我仍然可以有所貢獻，成為別啲其他一啲佢哋需要接受庇護嘅人嘅幫助咧咁。嗱，咁樣講嘅其實唔係好抽象嘅啫，係咪？我哋活喺英國呢個地方咧，耐咗我哋都累積咗唔少經驗㗎嘛。即係最近咧，我都收過一啲朋友，即係想嚟英國啊，探下路啊，旅行下咁樣。咁佢咧就會問你咩叫 Rail Card 啊？佢識問都叻啦，但係我就會慢慢解釋俾佢聽點樣用啊，點樣登記 GP 啊，點樣登記藥劑師啊，點樣交 Council Tax 啊，點樣開戶口啊，點樣開 Energy Company 嘅戶口啊，點樣買汽車保險啊等等，點樣可以慳錢，最後係最重要。佢完全冇 concept 嘅喎。跟住我諗下，原來我啲年齡咧係學咗好多嘢嘅咯喎。原來喺個庇護城裏邊咧，有好多經驗嘅累積咧，係我就算呢個 status 未變都好啦。當有新嘅人要嚟到去接受幫助嘅時候咧，原來咧我都有好多嘢可以幫到佢嘅噃。呢個時候就睇下你點樣選擇啦。究竟你係願意花時間傾囊相授，將你所得到嘅經驗體會，以致咧我哋能夠成為呢啲要受幫助嘅人嘅幫助。又或者當未信主嘅朋友，當我哋有機會真係咁樣去幫助過佢哋嘅時候咧，要佢哋肯去接受邀請嚟到教會裏面，就事半功倍啦。求主幫助我哋係生活得
雖然好似庇護城裏邊好似好負面，但係有陣時又係我哋人生嘅事實，喺庇護城裏邊都可以成為別人幫助嘅一個咁樣嘅人。求主使用同埋幫助我哋同心祈禱。天父上帝，多謝你一直俾我哋嘅庇護，以致我哋嘅生命可以喺你面前平安度日。但係求主讓我哋亦都成為別人嘅庇護，以致我哋嘅生命喺你面前滿有價值，同埋你差派我哋嚟呢一度成為別人嘅庇護。願主幫助我哋，使用我哋，奉耶穌基督名字祈禱，阿門。